现在呢，我们想要做一点小小的互动啊。这个乐团呢，最喜欢跟底下的观众做互动了。我希望哦，接下来我刚副歌有听过嘛，对不对？我唱一句啊，你们跟着唱一句，然后我们练习3次。接下来我们就完整的把副歌唱完。如果我有听到你们声音，我就脱衣服，这样好不好？这样好不好？来，预备好，预备好，来哦！2、3、4。我已踏上随波逐流的新世界，来。我已踏上随波逐流的新世界。再一次哦。我已踏上随波逐流的新世界，来。我已踏上随波逐流的新世界。再一次。我已踏上随波逐流的新世界。好，你们。再来了，1、2，来，正式来！我已踏上随波逐流的新世界，让我每天睁开双眼，是如何活到明天？曾经何时的自己早已离去，不
谢。哎，不可以装回去哦。啊，不可以装回去哦。没有，我要穿回去。